农地温室规档就爱换一批塑胶篷布，也毋过一寡公所的清洁队无愿意斗相共回收，有的农民就乌白色，还是讲家己乌白蛋造成污染。云林县的环保局是表示讲，有厂商发展一款新的技术，会当来回收再利用，咱做伙来了解。半温室的农地靠风拍折，塑胶篷布甲网仔过几年就拢爱全部拢换新的。因为亲像这款农业废弃物的塑胶，拢互转做一般的粪扫处理。不过，却因为回收较麻烦，或者是有农民贪一时的方便，却乌白蛋、乌白烧，造成环境污染。若出海吼，像咧搭木规条啊，这若出海啊，就拢收收啊，偏偏满是架安尼，放规堆安尼啦。用来当尾吼野菜啊、播种菜的时阵，阮就铁枝啊，还是。讲菜啊，甲粘起来做风味，所以阮袂去烧掉。有一寡农民表示，因为一年四季种无共菜色，有当时都爱用到网仔来查空，就会甲附近的农民收人无爱的网仔。为着要提供更较侪管道来回收，云林县府环保局要提供农民逐个月回收1车的农业废弃物。在110年开始我们落实这个农业废弃物农地膜还有这个防虫网这个回收的机制了统计到今年为止，已经回收了79公吨，那整个回收量也达到将近46公吨环保局表示，过去农业废弃物大部分拢是转做粪扫处理，所以回收的量加减有限制。若即马有厂商透过新的技术，会当将农业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定制做再生塑胶粒仔，经过加工了后，成做新的产品。回收的量就会当有悬，不过农民就要先将废弃物顶悬的涂刷变好清气，送去回收了后，作业的流程才会当更较顺利。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